签书还没有签名的，可以现在先拿来给我们资政先签。他们是昨天晚上才刚下飞机，所以非常非常辛苦。彰化县第一位女性的县长周清玉前县长。伊即马吼，伫中华有一个台语的园区啊。恁如果有转去台湾的时阵会使去遐行行踅踅的。大家好我是侨教中心拄仔来副主任蔡佳桦蔡娇啊，阁是蔡娇。今仔日介欢喜伫遮看到大家。我台语讲了无介好啊，特别是闽东人，伫厝和爸爸妈妈讲国语较侪，毋过和阿嬷介讲台语安尼。今日就真欢喜哈，伫遮看到大家嘛，希望大家今日的活动会当介圆满，会当为咱资政家学了介侪关于台湾民主的历史安尼。好，多谢大家。我是柯志文啊，那我也是，我嘛是3礼拜进前到遮上任的新的理事啊。阮的办公室拢伫北湾较济，恁知影无？就是办护照甲文件证明遐，离你们这个南湾遮较远啊。大家嘛是会当有闲来呀，看看大家，我们很多活动也是会下来参加。我也不是代表阮经文处啦，喜欢这个活动啊，因为也没有见过这边南湾的阮大家乡亲啊，想说趁这个机会，刚好很多同乡会的乡亲拢会聚集伫遮，就来看看大家，然后来参加阮姚资政阿伯签书会安尼。希望大家今天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用餐愉快。先请这个北加州的联合会会长黄桂华黄桂华女士先请来讲几句话好无？姚资政夫人，咱的夫人咧。阁有咱在座各乡会的会长，甲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今仔日真欢喜，也非常的荣幸，我代表北加州台湾东乡联合会8个乡会，要来欢迎姚资政夫妇倒转来咱的园区。倒转来哦，恁敢知影谁怎倒转来？因为姚资政伫伯克利读册啊，伊对遮足熟的啊，这是伊会算伊的故乡之一啊。咱欢迎伊，即个时阵还阁会记得伫园区乡亲来甲咱关心，多谢姚资政。姚资政当年为着台湾民主的发展。搁甲宪法的改革、人权的推动，伊长久以来拢为着遮个代志在拍拼。伊呢是咱台湾政坛顶面非常有影响力，搁甲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真记者，咱家说多谢，甲拍扑克者。姚资政呢，伊的意志非常的坚定，伊所讲的，甲伊所行的，拢一致。伊对我来讲我安怎看伊咧行路，我咧甲。庄和子国策顾问我咧甲伊分享，我讲我看到姚资政行路安尼我看到足唔甘的，因为恁若有去，我相信恁比我
对伊无搁较恁比我搁较熟悉伊，你就知影讲伊对台湾的贡献。我看到伊摊拄仔行路，我实在是非常的唔甘。伊一直来对台湾的贡献，搁甲伊的付出，伊实在是咱台湾社会良知，搁甲咱的改革的模范生，非常的感谢伊吼。我相信透过今仔日的交流，咱会有甲伊会有伫一寡思想顶面，搁甲伊的一个伊安尼行过来，一生安尼行过来，为着台湾付出的这一生，我相信咱今仔日会是一个非常好交流的一个盛宴，比咱下昼顿所食的搁较丰盛，搁较好食。吼最后我要代表在座每一个人来感谢姚资正夫妇会当伫百忙中大驾光临，多谢你吼。祝福恁即阵的访问的行程会当圆满顺利，多谢，多谢。感谢你一世人为台湾的民主拍拼，歹势，我台语讲做歹的，毋过我已经有2个问题。头一个是，我是想要问讲，是安怎战后台湾人袂想要独立？第一个问题是讲，即摆我看到有一寡台湾人，因拢足讨厌民进党的，所以因拢无爱投互民进党。你是伫咧民进党，你有啥物看法？你感觉这敢有可能解决？嘿，这是我的问题。阮在日本的2个殖民地韩国甲台湾吼，因推动的反对运动无共款。韩国人是推动独立运动，台湾是推动就是议会里面其他人唔敢高受罪。因为韩国较早有那个国王为政府为国家，因为nationalism吼国家意识没有问题，台湾没有。台湾迄阵啊建了，大家也想讲祖国来长山来。毋甲讲迄做无啥影响，所以爸讲咱拢依在祖国就选来，结果来日本来合来吼。因无去准备，无去想啊，讲伊对中国无了解吼，所以像像大人主要对中国也幻想，也记起这个经验吼。日本人足歹，以为足歹，中国人祖先咱的祖先，咱的祖国，咱的表。长山来，结果比较歹吼。就台湾没有，日本在一时做独立运动有用啦，还有足叫没有人抢，就是日本才开始就是安尼吼。民主进步党当初成立时，蒋渭坚第一任主席，我第二任主席，阮出界的时候，阮有讨论啦，讲民主进步党会当生存。会当得到支持，甲伊的任务、伊的mission是啥物？我就定义讲，民主进步党是推动台湾政治改革的组织，民主进步党是推动台湾政治改革的组织。往安尼，才是真正咱组党的意义。往安尼，大家带来支持。到柯信良以后，就改做民主进步党是一个参加选举的组织。做什么选举总路线哦，拢莫去讲什么改革宪法，咱民主进步党成立是有3个代志：证明、制宪、交联合国吼，3个活动。美丽岛是3个目标是进入这个国会制度改选，甲修改宪法。阮除了3个，民主进步党成立也是变做另外3个字，就是正名吼，国名来什么名，其他什么中钢、中船、华航的。正名运动吼，这个运动甲加联合国际运动，但是都无几年尔吼，柯信良当初时阵啊，伊就推动这个观念，做选举总路线，民主进步党是参加选举，
啊，相关选举对大家现有的制度吼，莫插伊啦，先后也莫去管，全拢莫管，就甲选举上对。啊，所以民主进步党从像我是不想改革的时候，咧做改革，伊当想是产生，所以大量就个人出来就是参选。甚至咱最近在民进党调了高级高有足个地区，即马哦，伊要为了选个候选人，有人请者讲，若无提名我吼，我也要出来选，台东本就知影嘛。台东我提名无着4楼的吼，一个法官。提名无这嘛出来选，叫2楼落选，都不用调。啊，阮像啊这么4个要选嘛，咧放声嘛是足侪问题。迄种参选者、参政者的观念，啊，互百姓足失望吼。啊，所以民主进步党成立了吼，早期阮也咧推动，我咧讲主权领土的讨论。民主进步党大概知影第4块都调起来以后，逐摆全部在大家讨论提名条例啊。逐摆开个我是大代表啊，逐摆开个拢提名条例讨论了，就说吼，嘛无啥物案件。提名条例开设着，我以后是袂当提名，对我较有利。然后民调查偌济，啥物查在小总主席提名吼，啊，总主要通过安怎，然后讨论一下，有咧讨论，咱国家就要怎改变。啊，所以民主进步党这个。一种改革主张的色彩越来越大，啊，当然参政者内底有真侪别党的人参加了，伊若无足多，哦，嘛是贪污啦，吼，啊，处理的足多就出来，哦，国民党做会到，咱就叫做错。啊，佫较严重是，但民主进步党做侪拢是以前都没有权利，突然间变起来，选的啥不可一世。所以蔡英文迄阵当选了，看这节目就话讲谦卑，叫大家谦卑啊，大家话讲谦卑不罪，不罪，就讲较谦卑，就看党啊，大家呢，吼，本来歹叫当选了，就足温顺啊，就我看民进党我当选了，大家拢佫嚣张起来。态度足歹，特别我做咧扶贫的人我看得出来。就不着讲，我叫民众佫直接咯，即马国民党去参与安怎？那种嚣张的态度吼，蔡英文嘛知影，所以讲叫希望党一个比较谦卑，即种叫做选民非常厌恶啦，吼，就讲阮国民党歹啊，结果你选即个党嘛是咧选对的。咱除了讲，是阮美丽岛先生会得人的支持，因为阮有改革主张，当然社会歹啊，所以阮美丽岛暂时也好，啊，阮的3个主张戒严、国会宪法，这拢是社会感觉需要改革和开放党性啊，开放黑名单的这点，大家认为这是民众是一个不同的政党，不同面。我即摆看民进党甲国民党差唔多啊，哦。有当时这佫较，因为以前拢无迄机会通啊做些，就忽然间，哦，一个普通的人吼，小学老师啊，忽然间做立法委员，那个态度，我都看袂落去。反而对有的就对民进党不喜欢吼，啊，我然后话讲，我是清白的这样讲，啊，有啊，白党讲有诶，被煽动。民众大陆讲，然后我们以后结果伊做个是不好，啊，所以民主进步党，阮当时阮在老辈甲我讲，当年我们所说民主进步拢是推动台湾政治改革的组织，这个精神是我看不消的。哦，安尼个回答。对，我台湾的教吼，足互迄权威性，甲什么老师讲的准绳，你知影无？啊，从来毋捌有一个 subject 是讲教历史，你的意見是安怎，还是安怎？你知？啊，即摆要咧教中国历史，敢毋是？你来看教科书、教我拢讲那是中国历史，敢若台湾头前的移民安怎都毋知的啦，吼。咱的移民，咱的祖先是，其实是荷兰是台湾的主人，
那用迄个借款的迄个报贷，敢若是第一个建立迄个啥借款的人啦，哦，啊其他中国人伊就是迄个厝内的，但是我拄仔主要咧讲是讲，咱有啥物办法叫目前的政府哦，赶紧还是教育部。甲即教科书我甲教这方案啦，甲你拄我咱讲的历史，啥物拢会当鼓舞咱的人谁人知影？我感觉是讲，咱普通足侪，尤其遮少年啦，足 confused 的，你知影我意思？你读咧，伊伫读高比啦，啊，即摆就迄个台湾的其实嘛足好处理啦，即摆用 AI 了，反正你拢有印出来就是啊，所以你台湾要安怎讲迄？已经有意识，啊，但是我照讲，用迄历史的价值，大概教育人，像咱迄个什么民进党迄个，刚要甲转一个迄个啥通洋吼，就讲啊半步。迄个昨天讲民主进步党从改革者变成善政者啊，即摆民进党就单纯变成规定，民进党会人做总统，当然兼任党主席。这个制度也足歹，所以党已经有过，然后变做政府做一个附属品啦吼。啊，所以阮也定，阮也无咧插党部吼，啊插党部嘛，无法度党主席总统。啊，若大家要要求改革，咱讲啊，当家不闹事，当家不闹事吼，咱讲迄个。到这本这句话就是讲，我咧做官，莫甲我乱啦，好。啊，种咱讲，我咧讲中央研究院迄个academic Sinica要改做academic Formosa， 因咧部长就讲啊，你读政治哦，莫管阮学术了，到这嘛改袂过。哦，啊，搁迄个中华航空嘛，拢改袂过。啊，你讲大陆叫咱从南人部。是国民党，到即我家你政策我上清楚啦，你讲过啦。我想真正咱的苗文是安尼吼，啊，真正有爱了解，啊，到即摆我是感觉讲，大家对即边特别，我相信遮尔济话要讲拢讲袂了啦吼。最近我相信大家对大爸要，大家一定有足侪会拢想讲啊失败。检测会当讲咱大面无成功，但是事实上即边互少年的足侪咱拢知影，足侪是女性逐个拼势安尼出来，虽然讲结果毋是照咱的理想，但是实在讲，阮足感谢经过的人，我相信恁嘛一定足受气，但是当然失望有，但是实在讲，阮心中感谢，因为伫台湾的情形遐尼济遐尼过，遐尼长，逐遍拢叫要失望去啊，结果回来一个出来，所以其实台湾人是足有迄个韧性，足坚定的。我感觉讲即边，互遐少年人，伊过去实在讲，大部分的人并毋知影过去咱的历程是遮尔艰苦，啊，并且因感觉，足侪人即摆讲叫做天然独，但是因咧独是咧独天然独，但是对过去真正的历史、真正的痛苦，因其实毋知影伊讲这是当然的啊，有投票权是当然。你像我头我咧讲，万年讲话，恁可能有人有看到我所写迄个揭开话筒的黑面纱遐，有人看过无？可能嘛无。迄根本大概嘛是过去咱就干那会晓笑讲，迄个万年迄个老蛇下台。但是干那会晓笑讲啊，伊昨昏在咧卖豆面，啊明仔载变做国民大会代表，会晓当作笑话。但是你干那甲笑嘛无效，你定要去摕着迄个证据，然后安怎去努力，互干那几个人知影。嘛无法度改变，所以即摆咱知影政府足要紧，领袖足要紧，但是众人共款也要紧。那敢若爱有少人，逐个组织去认真去推动无毋对，但是若大部分的人拢无清楚的是，伊会感觉无你做即摆，我是安怎在一直咧推动台语，
足侪人是咱都爱学台语个，考试也免啦，即个英语较要紧，对无？台语考试拢用国语，基本嘛毋知影，咱即马我已经努力到，咱的台语已经就是咱的国语啊，各位敢知影？知影无？知影请你举手敢好？头拄我知，你看几个人，恁已经是算上疼台湾的、上要紧的，大家嘛努力开，咱都无一定知影。你若逐个人拢毋知影，你要去叫伊讲台语，伊就感觉就无必要啊。迄有必要啊无？我想咱逐个知影，台湾人一定无希望咱的台湾人听无台湾话。讲无，毋免讲，都爱外口讲，上无嘛爱听有，连这都无，都做袂到的时阵，我相信咱逐个足侪想，因为咱是一路一直行来，知影，但是少年的，因根本就毋知，伊都无感觉要紧啊。咱的国语，我们在讲国语啊，对无？所以即摆真正阮实是听了拢足痛苦。但是我即摆要讲的是讲，咱逐个若有知影，但是敢若知影无够，嘛爱互咱的时势知影，嘛互少年的知影。伊少年即摆现在有遐济小嫂，现在有遐济韩粉，伊嘛毋是无读册呢，伊嘛毋是毋捌字呢，伊嘛会知呢，但是伊都毋知影过去的历史啊，过去咱人教都教歪出来，都无正确的。所以咱即摆着爱逐方面拢爱努力。我是认为讲，我实在讲是过去，会当讲，咱有经历过，知影迄个过程，但是绝大部分的人是毋知影的。而且咱所受的教育是受迄个国语教育，是一直来，而且拢毋互咱知影事实的时阵，你要叫因会晓知影，可能实在是有较困难。所以毋免受气，毋免怨叹，咱就是该安怎，若对就对嘛，对就认真嘛。敢若几个人知影，咱伫家努力出来，然后互众人知影。事实最后总会成功。但是你若事实，你若对的，佫毋敢讲，你想咱228过去的白色恐怖，大家知影足艰苦，228知影艰苦。但是咱咧看着过去的政治犯，还是政治受难者受过，咱知影，其实拢抑阁无到10分之一，对无？但是咱咧会晓知影讲228，但是过去你看偌久毋讲，所以一直拢打咧，拢打掉的嘛。是美丽岛事件发生了后，咱安那逐个人拢，逐个做伙努力着，较有法度让迄个改变。咱若干那痛苦。敢若埋怨，敢若失败，我想要会改变无可能。但是事实总是事实啦，而且时代嘛咧改变啦，敢毋是？时代改变，咱若着要安怎来去努力？所以我即辈我是当然对大话要失败，检测头我嘛也无法度通讲到大话要，因为太久了，台湾的过程历史，其实我相信逐个拢有足侪感觉。嘛有足侪努力过，嘛有足侪会感觉无愿意失败。但是我是想讲，愈安尼愈着爱做，着看问题着安怎爱安怎去努力。其实，而且我相信，过去迄段时间遮济总陪，我真正真感谢，我真多谢联合会讲去讲是倒来旧金山。无毋对，我嘛是伫旧金山1年，甲我迄阵是Asia Foundation的grantee，而且我家己背景是精神科的社会工作，我是对，我过去嘛无参与政治，并无，但是总是想讲，咱着当作家己是台湾人，我即摆足辛苦，我若讲我台人人，中华人会我骂。我若讲我中华人、台人人，讲你来中华人，你台人人，我台湾人，安尼对啊无？安尼对啊无？所以我想，咱若说会当逐个知影讲，咱在台湾
湾人，啊，我生活底有台湾人，啊，该做的对的，就对，无努力就无可能会成功，有努力就无可能会成功啊，更何况无努力，啊，咱就是当着上辛苦的，我想大家检测知影每个当事件的情形是啥物款，但是嘛是大家正人努力出来，才有今仔日的台湾。但是我相信大家人的努力，即款世界嘛，敢若有看到台湾啊，对无？敢毋是？敢毋是？啊，所以证明，敢若一个人是无可能完成代志。我是感觉即个是足要紧，领袖当然足要紧，但是领袖搁较厚，若无正人，若无团体，无 team， 无逐个人的理念，无民众的了解佮结合，佮爱有行动，爱有方向，爱有办法，嘛爱有想法，爱有理解，爱有意识，但是嘛爱有行动。所以即摆头我咧讲有可能无？我感觉咱就知影咱过去的困难，啊，所以头我讲的无毋对，教育部头我咧讲，事实上即摆是已经有人已经咧讲，真应该爱正式教材，爱课本，伊差不多你知影，你可能无法度了解阮，其实两个拢足无用，阮。已经拢要90岁啊！啊，阮是无领薪水的哦，阮是拼势可能比人上班的人搁较无用。有诶，即摆头我啥物人咧甲我讲是陈时英的亲戚，因男因太太最近去我遐对我做事讲，伊讲。伊毋知影讲我透早到6点到暗时啊9点，还搁咧无用。伊讲亲戚对边仔较知影，我真正是安尼。阮是无领薪水，而且阮已经伫咧90岁啊。嘉文伊所写的册，你知影伊是足认真、足拼势。伊伫感觉是无倒啊，是用册。过，伫遐写，用安尼咧写迄300万字70句是安尼写出来，然后即摆搬做伫港仔内底无毋对，伫港仔内底是7档，是无倒来哦，是用册安尼贴贴的，一字仔一字写，是我用是办法偷送出来，迄足侪部。恁都无咧叫我讲嘛，恁叫我讲，我就足细人讲。送出来了，迄到时若知影迄拢查了去，哪有迄300万字？结果迄代志还佫足济咧。发表了是甚至是做53年基金会会得到伊的奖励。阮其中会找去搬歌仔戏。5天博碗，所以迄个黄虎印头我有出现黄虎印，是搬歌仔戏博碗大博碗。尾后我发觉讲，有偌济人通去国家剧院看歌仔戏，而且迄个效果足大。然后我讲安尼，我尾后怎搬歌仔戏？搬歌仔戏了，我怎伫中华，我可能啊搬用这剧团，阮伫台语分园区，阮有阮的剧团叫台语的剧团，阮怎用做阮的剧团家己演了，大家讲足好。尾啊，即摆我搁较变做绘本，我怎一项，较推动台语的，安尼一件一件教，是安尼来。所以政府伊做袂到，咱认为政府有责任爱做，无毋对。但是伊即摆真正可能啊，抑阁有困难。若要讲真正，我看恁爱另外排啊。OK， 我先加讲啊。但是讲然后，阮用做歌仔戏，用做绘本，用做训练，安尼一项，
直努力去，是安尼的做法。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即马政府有责任爱做，无毋对。到在即马已经有讲，恁敢会当知影，即马包括伊每一项册，伊逐项拢是有根据的。咱读过伊咧写的，迄你拢放心，伊拢是总有所有的公文资料，所以政府档案查会到的，总去显出来。甚至迄本《生化联合国》，迄本是外交部去将所有档案式的物仔搬出来，去请学生斗轻斗接水，但是写拍字，规个资料是伊家己本身写，本身写哩，毋是人别人任何一个人斗写，斗轻资料、斗找资料、斗查、斗存，所以拢有根据。恁做咧放心。律师做的工作一定爱有证据，安尼毋是爱到了解，所以这是正确的资料。所以已经有人咧讲即摆是逐个大学拢教授知影一间大学内面拢咧学去伊的上课内面，正做讨论上课的资料。恁可能毋知影，即摆已经一个月无够。是3刷，毋是卖。阮是讲，因为有人买较济，讲少，但是阮有要求，因为毋是你摕去放，我摕去，就我有找到好，主要靠紧说迄个锅垫吼，就无读啊，就摕来锅垫的迄无吼，有会读的才来，然后还佫有。做谈会，有讨论，有读册会，有研究，有路用的，较有效。即摆无人咧，无啥人要买册，但是伊用伊的心血所了解，因何大家检测一段历史有人写，一段但是有人写，但是规个对头到尾，迄个影响，迄个脉络，迄个基础，迄是人咧想的，也是伊的想法尔。但是伊的是所有拢有。正确的资料，检测还佫有足济无写着，所以即摆已经伊拢讲我写到遮我无爱写，结果讲无爱写，无仔才讲着爱佫写，讲人佫讲着后壁伊还佫有足济伊斗袂起来，而且伊是真正足认真，我相信恁逐个知影，伊非常认真，真正伊实在是非常的认真。而且嘛，真正做，更老实咧做，所以我是感觉讲，大家会当放心看，但是你都爱有看，但是敢若看到无够，敢会使互你的囡仔知影，敢会使互咱的朋友知影，敢会使大家真正认真，知影迄个意思、迄个道理是伫倒位。我相信较要紧，阮即摆足要紧，就是遮尔。阮已经是90岁了，阮毋是要甲人争讲，我要来做啥物部长，要来做啥物选举，阮想讲你是少年的，互伊有机会去发挥，足要紧。但是台语，但是咱的一寡历史，即仔现在会继续写，因为竟然会当出现小草，出现太侪代志。因毋是无读册哦，但是因相信，因会竟然会当相信，你会感觉不可思议。包括唱啥物款，课文做啥物款，迄事实代志遐尔清楚，迄只要你有头壳有读册，无可能会搞不清楚。但是因相信在头前头我对朋友讲，因讨厌民进党，有人讲恁毋是民进党，但是你知影，民进党就是伫阮兜做的，因为因讲。迄阵若讲要做党，大概后壁就是换你入去啊，是安尼入去。但迄顶几年伫圆山啊办迄个大会，发邀请一个较无记得，伊讲你是安尼，你比较主动少，你惊死上。伊讲，我人就伫。新店的工作内，我要哪做党？安尼敢听有？是伊关伫工作内，是我做党伫阮兜，
10个开始的，伫别人无人讲，毋是我较勇敢。我想啊，若家己无做就袂使啊，无做，讲逐个拢直直讲，着拢无做。我毋是勇敢，我是想若该做的就做，甲勇敢完全无关系，完全无关系。是要的是勇敢，是安尼啊。啊，所以咱来想，若对就是对，但是时间嘛会改变，会有一寡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想法。OK， 我讲伤济去啊。中央联合会有一个感谢状要送互咱的执政来。台湾有客家委员会，客家，迄阵要讲，讲袂了太过了。互咱知影有31个客家的园区，有42个原住民园区，有客家委员会，因为200几个人工作，有100多人工作，台语。甚至讲毋到啊发的，对无？爱发钱的，爱到运动听的。啊，所以伫遮我是无要讲，足侪台湾囡仔听无台湾话，这是足严重的代志。佫有世界无去联合国为即件代志，其实是足努力通世界的问题。今仔无时间讲咧，不过我借即个机会，甲大家报告讲，请若大家转来台湾，会记哩彰化有一个咱台湾唯一的台语创意园区，安尼，互大家知影安尼尔，你简单看一下你电话会。这个网站 website。不然你光靠的啦。有伫外口了。
可以。